明明瞓咗喺 Selena 張床嗰度，仲要叫工人姐姐唔好話俾 Selena 聽。Anson 當時咧已經係一個好大嘅成年人嚟噶咯，咁但係點解仲會咁樣發生呢啲事情呢？即係佢直頭當咗佢係一個女神一樣，一個完美嘅人。咁其實呢係好大問題噶，喺關係入邊。大家好，我係 Coach John， 我哋今日咧會再睇《再見愛人5》嘅，咁我哋今日再睇下究竟Selena 同埋Anson 係發生啲咩事啦？我哋去片。承諾過的事情做不到，完全對。是，我還寫了一個嘛，先斬後奏。哦，先斬後奏，對，邀請別人去我家住，然後又沒有告訴過我。對。嗱，呢一個咧，我知道佢哋係講緊究竟有啲乜嘢係令到你最唔中意Anson 嘅咧？佢話係可能係未經過同意之前就已經邀請人哋嚟去喺佢哋屋企嗰度住，咁呢個係佢哋話係最難頂嘅。咁啊睇下發生啲咩事咯。這個點之後呢，就沒辦法回頭了，你知道嗎？所以我們就分開了，我知道。對啊，我知不知道？所以我們分開了。是啊，對，因為還睡在我的房間，我的床上。對啊。其實我諗咧 ，Selena 呢度嘅意思係話，即係你唔講俾我聽，或者你請咗朋友嚟，仲要瞓咗喺我張床嗰度咧，其實係真係好令我傷心。但係最令到我接受唔到嘅係你隱瞞，因為你明知道呢樣嘢係唔係咁好嘅，但係你仲要唔話俾我聽。即係如果你話有個朋友真係好需要喺呢度過一晚夜等等呢個都還可以。咁但係你係最隱瞞我喎。嗱，隱瞞呢個咧就破壞咗信任，呢度咧係絕對唔可以接受嘅。因為他本來說他們要住在我們的客房，一男一女，他兩個女兒都來了，可以睡在那個沙發上。我就打電話給我的工人姐姐，然後他就說 Ma'am， 我不想騙你，他睡在你的床。Anson 叫他不要告訴我。即係其實講真 ，Anson 都真係有啲問題啊！呢度明明瞓咗喺 Selena 張床嗰度，仲要叫工人姐姐唔好話俾 Selena 聽。這次徹底的不能相信你了，因為你怎麼可能把我這麼隱私的地方不問我，然後給別人去用，而且要騙我？其實呢度咧，可能當時Anson 咧未必覺得係咁大問題噶，咁但係其實係因為係佢哋嘅房間嚟噶嘛。即係我估應該係佢哋已經同居咗啦嗰陣時。咁其實一個人咧，尤其是一個女士，任何人都係啦。其實一個未經佢哋同意嘅情況底下，已經瞓咗喺佢哋嘅房間入邊張床嗰度添。其實呢個係好大侵害性噶，呢個係侵入緊我嘅世界，我嘅隱私，呢個係絕對唔可以接受。但係可能當時咧 Anson 就會覺得，床啫嘛，瞓喺度啫嘛，有乜所謂啫？咁其實唔係咁咯，因為自己間房咧，理論上應該就係最安全嘅嘢，尤其是張床係最安全噶啦，係即係自己做緊自己嘅嘢嘅時候。咁而最緊你係唔知情嘅情況底下，最一翻到嚟，就知道咗原來有人瞓咗喺自己張床嗰度。咁我呢？咁我自己點樣可以做翻自己啊？即係咁我，譬如我翻完工一日啦，我要放鬆啦，我沖完涼啦之後，我仲要係冇得做翻自己啊？咁呢度呢係絕對唔可以接受嘅。所以佢話係打破咗信任呢，呢個係絕對係成立噶。這發生之後，其實2個月之後我們就分開了。說實話，如果他有問我，他們來香港能不能讓他住，因為那個時候我在澳門拍戲，我不在。其實如果你問我，我會答應的，但你沒有，因為他怕，他知道我不喜歡，所以不敢告訴我。嗱，呢度呢亦都係講咗一個可圈可點嘅位，就係話，其實佢問我嗰陣時喺即係外地拍緊戲，咁你問我呢，其實我係 OK 嘅。咁但係因為你係完全冇問到我嘛，你冇問到我，咁就已經做咗你驚，因為你覺得我唔會批准，你驚，跟住但係你又要做喎。其實呢個咧個心理上係，即係如果大家聽得出，有少少似一個小朋友咁樣噶，好似驚父母唔會俾嘅，但係自己又要做嘅，又要偷偷地去做，但係父母又唔俾。咁譬如好似出去玩啊，去買糖啊，買玩具啊，或者係打機啊，同朋友去打機啊等等呢啲行為咧，其實好相似嘅。咁但係嗱，大家就會記住啦 ，Anson 當時咧已經係一個好大嘅成年人嚟噶咯。咁但係點解仲會咁樣發生呢啲事情咧？即係分咗手可能係1年度啫嘛。
即係佢哋應該係大家都係中年人士嚟噶咯。咁嗱，有機會咧，係可能 Anson 嘅運動能力非常之強，可能做生意嘅能力都係非常之強，但係喺情感啊、溝通啊、關係表達呢啲嘢咧，佢係完全係冇發展到噶。咁即係話佢自己咧，可能係細個嘅時候，好多時係發生過一啲事情，可能係佢自己想做一啲嘢啦。跟住父母或者係屋企人咧，就可能係鬧佢、打佢，接受咗一啲好唔中意嘅待遇，令到佢覺得原來我自己係唔可以做一啲我想做嘅嘢嘅，係啦。咁跟住去到大個時候咧，可能佢都仲係有一種驚喺度，佢就可能去開口同 Selena 講話，喂，我有兩個朋友嚟咗，可唔可以瞓喺你嗰度？好難去開口。咁而且咧，佢有少少可能會覺得，唔緊要嘅，唔緊要嘅，又唔想得失嗰兩位朋友啊，就話想好客啲，係咪？即係佢自己心入邊有一種掙扎喺度，就係話，我又唔想得到人哋嘅責罵，唔想得到人哋嘅拒絕啊，但係又唔想得失到我啲朋友，所以就自己咧就係自把自為咗啦。咁其實呢個唔屬於係一個先斬後奏嚟嘅，因為頭先Selena 係講話我最唔中意佢係先斬後奏，呢個唔屬於先斬後奏，因為佢根本就冇奏到，佢係冇講到俾佢聽，佢根本係隱瞞呢件事情，係啦。咁所以呢度咧，大家要記住，佢唔係先斬後奏，佢直係驚啊，佢係一種恐懼喺度，佢係唔想得失其他人之餘，佢又唔想得到一種拒絕。所以是重點，就是你知道我不喜歡，你還做。但是這麼說都是不對的，真的，這真罵我不對，沒有舉口的零。嗱，呢度佢認錯咧好快，即我會覺得嗱，你可以認錯嘅 OK 嘅，呢度讚賞你先，但係頭先好似認錯得嚟咧冇乜情感啊，即係有少少就話係啊，一萬個唔啱，一萬個錯，係啊，點講都係冇藉口啦，係我錯，係我衰，零藉口，係咪？佢咁樣呢度咧，俾人一個感覺就係認錯啦，快快脆脆搞掂佢啦，我哋轉話題啦，呢個環節完啦，咁解咩意思啊？可能佢自己未真正 feel 到對 Selena 嘅傷害，佢純粹係覺得呢刻自己錯有啲唔舒服啫，佢就想快啲完咗佢。所以如果你呢度即係觀眾睇到呢度嘅話咧，你日常生活入邊遇到嘅呢啲嘢咧，一樣嘅，人哋可能係好快講對唔住啊，你完全都 feel 唔到佢嘅悔意啊，等等呢啲咧，其實佢係想快啲完咗呢個位啫，佢唔係真係話佢感受到佢點樣傷害咗你，佢真係道歉緊，所以大家咧要聽清楚呢個第一，同埋第二就係話，其實講道歉咧，都係冇乜用嘅，因為你都真係做咗嘛。如果你講道歉都係有用嘅話，咁呢個世界就唔需要警察啦，係咪？即係學流星花園入邊咁樣講。他是100分的，放在這個家裏面。詩畫為什麼聽到會皺眉呢？因為我覺得我也不是100分，就是他有一個單純，就是他會覺得我是完美的，但是其實我並不是完美的。嗱，呢度咧都欣賞李思華先，因為佢自己都會 feel 到，其實對方覺得好似有個幻象係我係好完美嘅人，其實我一啲都唔完美，我自己都有好多問題。呢度佢去欣賞下佢有一種覺察喺度，咁所以其實呢個正正就係佢哋之間嘅問題，就係一個係覺得對方係好多問題需要調整，但係肯嘅，但係另外一個人咧反而係當咗對方好似一個完美嘅女神一樣。咁當你對住一個你覺得好似好過自己好多一個女神咁樣嘅人咧，你好多嘢都會覺得自己唔夠好。嗱，當你覺得自己唔夠好嘅時候咧，你就好多嘢都唔夠膽去同呢個人去傾啊，去商討，去討論，因為你哋唔係平等啊嘛，你已經失去佢啊嘛，你已經失去佢，你驚你自己做錯嘢，你驚佢拒絕你，佢拒絕你得多嘅時候咧，你就會失去佢啊嘛。呢個就係正正係一個唔平等得好緊要。嗱，所有關係咧都有少少唔平等都係正常嘅，但係佢係唔平等得好緊要，佢直頭當咗佢係一個女神一樣，一個完美嘅人。咁其實咧係好大問題嘅喺關係入邊，反而其實諷刺地係會令到一個關係咧完結得更加快，就好似佢哋而家咁樣啦。
为什么我要在这个节目，就是想大家告诉我的问题在哪儿，我到底要进步，哪里可以进步好一点。我肯定会觉得自己其實已經付出了，已經給了所有了，而且這段關係永遠都是他錯的。那怎麼可能一個關係一個人永遠都是他錯？呢度非常非常之好啊，好欣賞啊 Selina， 即係佢自己會覺得即係嗱，好似睇落係佢錯啦，但係有咩可能所有嘢都係一個人錯晒咧？喺一段關係入邊嗱，呢度好好，而佢上嚟呢個節目佢就話啊，我就係想人哋大家一齊去話俾佢聽，其實佢嘅盲點喺邊度咧？咁我唔知道佢發生咗啲咩事 ，OK， 但係我自己可以從我專業去判斷多少少咧。一隻手係拍唔響嘅，即係咩意思啊？嗱，我相信咧，阿 Anson 咧唔係咁樣對每一個人嘅，係咪？嗱，如果佢每一刻都係咁樣對每一個人嘅話，咁你當初點解會揀佢咧？係啦，嗱，可能你可以話哦，係戀愛蒙蔽咗，可以咁樣嘅。嗱，呢個如果佢真係每一刻都係咁樣對每一個人嘅，咁呢個就係你要諗下，究竟愛係啲乜嘢啦？你係咪要包容？要接受每一樣嘢，呢個係大家可以自己去諗嘅。但係我哋假設佢唔係咁樣對每一個人先，係咪？因為坦白講，佢係做生意噶嘛，阿 Ann 係做生意噶嘛，咁佢對客戶就唔會咁樣啦，係咪？佢對佢啲客戶就唔會話，哎呀，我唔夠膽同佢講啊，我唔夠膽同佢交代啊，我驚佢個客戶會點點點啊，等等，就唔會咁樣啦，係咪？咁即係話佢係對某啲人先至係咁啫。可能係對佢身邊最愛嘅人，可能係佢嘅父母、佢嘅屋企人，同埋佢嘅伴侶，即係當時嘅 Selina。即係話呢個呢，要追溯翻佢自己嘅原生家庭嘅經歷，究竟發生咗啲咩事，令到呢件事會咁樣發生？而 Selina 有啲乜嘢可以值得提升嘅位呢？其實就係可能佢自己嘅察覺能力，同埋佢嘅好奇心。同埋佢嘅批判心可以減低翻少少，令到佢可以察覺到，咦，原來呢個人佢係咁嘅，其實發生咗咩事呢？呢個未必係佢嘅性格嚟嘅，你可以歸納咗一種性格，但係其實會唔會係有啲經歷去影響緊呢個人，令到佢係覺得，哇，原來我呢個伴侶呢，佢係咁樣對人嘅，但係只係對某啲人。當你只係對某啲人係咁嘅時候呢，就係好大線索啦。Selina 本人應該就問翻自己，點解我會令到你會呈現嗰一面呢？哦，可能係我令到你聯想到以前嘅某啲嘢，可能你失去過某啲嘢，或者係令到你聯想起你嘅父母嘅一啲關係，潛意識嚟嘅，呢啲佢未必知道噶，對方未必知道噶。咁咪可以攞出嚟去傾咯。當你一攞出嚟去傾嘅時候呢，潛意識變做意識，大家呢個咪磨合咯。跟住大家就可以決定我哋繼唔繼續呢段關係啦，係咪？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就係亦都注意下自己究竟我有啲乜嘢部分係令到佢會好容易咁樣對我嘅咧？因為佢唔係咁樣對每一個人噶嘛。譬如有啲人呢，佢係淨係鬧人好惡嘅啫，但係佢唔係對每一個人都惡噶嘛。但係佢偏偏咧就對某啲人，包括你在內，佢係惡嘅。咁但我相信，如果你即時變咗做另外一個人咁嘅態度模樣咧，佢亦都會轉變嘅喎，係咪？佢一定會轉變嘅喎。即係咩意思啊？一隻手係拍唔響嘅，咁另外一邊咧就係話，其實一段關係入邊，一個人咧係可以影響對方嘅。有啲人話我冇辦法改變對方，係你冇辦法改變對方，但你可以自己嘅改變係可以影響到對方嘅某一啲嘅改變係得嘅。佢係有個期望，係話驚失去佢咧，即係佢自己本人咧，呢個就個深度係低一啲啊。我哋幾時會完結呢一段路咧？冇人知道，即係話咩啊？你要 OK。你要 OK 去失去對方，有啲嘢未講嘅，快啲去講例如我愛你，但係我亦都曾經真係好恨你，或者我而家呢刻諗起，我都好恨你。